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大家先安静自己的心，为今天的主日敬拜、主日礼拜来预备祷告。是的，主啊，在这一生当中，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这事情跟隔壁的弟兄姐妹们说：有主真好，有主真好。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保守看顾。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光明可以给人带来力量、盼望。主啊，我们好需要你，我们好需要你，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谢谢你常常用这句经文来教导我们，要学习祷告，不断的信靠主，无论顺境逆境，我们都来赞美我们的主。这时，我们一起来攻读这句金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铁大罗尼迦书5章16到18节。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用这句经文来为我们自己的软弱、困难、病痛、失恋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心开口祷告。亲爱的天父，从我们来你的面前，向你献上祷告，我们求你的带领，求你的保守，让我们一生一世来学习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让我们生命来依靠你，让我们生命来学习凡事谢恩。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虽然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苦难，但主啊，谢谢你一直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每次借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就可以放下重担，被喜乐充满而重新得力。我们祷告，你必垂听；我们呼求，你必医治。你是行神迹的神，
也是赐下丰盛应许的神，更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开路者，更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安慰者，我们生命中唯一的医治者，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供给者。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一生都要喜乐的跟随你，紧紧的跟随你。无论我们在哪，你都与我们同在，因你是以马内利的神。我们要遵从你圣名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为着教会所有服侍者、长子、同工、牧师、各团队首长来祷告，和今日主日讲道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心开口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是向你献上感谢，是我们教会每位牧师、长老、小组长、每位同工，求你的带领，给我们有服侍你的信心，在我们服侍的一路上，求你让我们不失全量的热情，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求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求你的爱去兼顾我们每一项服侍，每一个事工，真的是感谢赞美，谢谢主啊，我们被塑造是为了服侍神，并全心全意侍奉神。求主圣灵带领我们教会的牧师、长子、小组长、各团队首长和各团队的同工们，请你用爱充满他们，并赏赐智慧给他们，让牧师的讲道和祷告，贫穷人有福音听，有病的得医治，受压抑的得自由，并保守长子、小组长每位同工，在各样的恩赐和各自的领域专业中，都能够同心合一，为主做工，使服事更有意向，与牧师一起建立复兴的教会，传更多的福音。主啊，我们也以一颗谦卑柔软的心来领受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一生都行在你的旨意上，不用人的眼光来看待每件事，而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每件事。主啊，让我们单单的渴慕你，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你是全能全知的神，使我们有信心面对明天。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这时，请会众一起站立来敬拜我们的神。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眼，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彰显你荣耀。
主啊，叫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喜乐起来。阿门。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喜乐有一膏抹在我身上。一起拍手来，求神喜乐的灵就在我们进行在我们当中。我的口若发出喜乐的声音，不要兴起石头来赞美，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喜乐有一膏抹在我身上。耶和华喜乐灵现在来充满我，使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主要兴起石头来赞美，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灵。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喜乐有一膏抹在我身上。耶和华喜乐灵现在来充满我，使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我的口若不唱出喜乐的声音，就像兴起石头来赞美，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灵。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喜乐有一膏抹在我身上。耶和华喜乐灵现在来充满我，使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就要兴起石头来赞美，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灵。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喜乐有一膏抹在我身上，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灵。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喜乐有一膏抹在我身上，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灵。我的心，我的灵，你要开口来赞美，喜乐有一膏抹在我身上，喜乐有一膏抹在我身上，喜乐有一膏抹在我身上。哈利路亚。一膏抹在我身上。是的，我们的主是亘古不变的主，我们继续来赞美他，愿他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愿神的爱永留在我们当中。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古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是解救天地，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
爱主一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决定不得动摇。主啊，以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定是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生命永存不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生命永存不尽。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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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亲爱的上帝，你的国度从今时直到永远，你的国度从今时直到永远都配得一切的颂赞荣耀，因为你是那尊贵的主，尊贵的神。主啊，我们今早用我们的心再次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求你让我们在早上，我们再次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耳，再一次来与你亲近，再一次领受你从天上赏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在今早的敬拜当中，再一次享受与你同在的美好。求主你的荣光就再一次照亮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在今早的敬拜也成为一个荣耀的敬拜。这时候，我们也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的祈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把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一起来恭颂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在圣经哈该书1章5到13节，我们一起来念。现在我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你们检讨自己的景况。你们播种多，但收成少。你们有饭吃，但总吃不饱；你们有酒喝，但总喝不够；你们有衣服穿，但总穿不暖。工人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我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你们检讨自己的景况。现在你们要上山采伐木材，重建圣殿，这样我就喜悦，并且得到尊崇。你们要期望丰收，结果是欠收。你们把收获带回家里，我却把它吹掉。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的圣殿荒废，
而你们却忙着建造自己的房屋，因此天不下雨，大地停止出产。我使大地、山丘、田地、葡萄园、橄榄园、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和人种植的一切都遭遇旱灾。于是所拿巴耶书亚和所巴比伦流亡回来的人民，都遵照上主他们上帝的命令去做。他们因为害怕，就听从上主的使者先知哈该的话。哈该向人民宣告上主的讯息，说：我答应要与你们同在。以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圣歌对席，不是坐着任何一个牧区或者是任何一个小组。今天我们有非常特别的访客来到我们当中，是白水溪教会他们的儿童的诗班，还有他们的同工，一起来到我们的教会，跟我们一起敬拜。他们也要用他们的故事，用他们的歌声跟我们一起分享。那这时候我们邀请他们的沈长老。邀请他的沈长老来跟我们分享，然后也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白水溪教会以及他们所做的事工。曾牧师，富强教会的长子同工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叫做沈佑任，我是白水溪教会的长老。今天很高兴可以一大早就带着我们教会的学生，还有长期关心白水溪的志工，我们一同到富强教会跟大家请安，分享我们白水溪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投影片的部分，我们教会它是1874年由甘维林牧师来在那个地方设教。我们的地理位置是在台南市白河区的白河水库里面。好，那我们的村庄其实只有3户不是基督徒，那目前大概40户左右，有37户都是我们的长辈都是信主的弟兄姐妹。那这个村庄这个社区目前有70%以上的居民都超过了70岁。都是一个非常年长的一个社区。那我们那边有一个事件，是在1875年，就是甘维林牧师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有当地的这个流氓放火要烧教会，结果呢，甘牧师没有被烧死，牧师馆跟那个教会被烧掉了，那他就逃到嘉义的官府。去那边报案，所以有一句话说：“火烧白水溪，建造盐田来赔。”第一个讲火烧白水溪，起盐田来赔。所以那个时候教会没有了的时候，我们就走大概1个小时左右，走到盐田去那边礼拜。那后来我们再慢慢把这个教会建设起来。好，那我们教会的这个腹地大概有7、8分左右，我们有灵修的地方，有萤火的地方，还有小木屋的地方。那这些小木屋呢，大概有43张的单床。那很多不同的团体都到那边灵修，在那边休闲，然后一起办野外礼拜。好，这个是我们的篮球场，这么大的地方，那你看只有一个弟兄在那边整理，所以要做的事情，要维护的这个教会基本的这个运作，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困难。我们的长辈非常的可爱，为了教会，为了社区，他们非常的愿意。图片当中有一个白头发的一个弟兄他上个月开始就坐轮椅。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做这种服侍的工作，可是，在那之前，只要教会有需要，他总是除了他的拐杖，拿着他的工具，到教会、到社区帮忙。
他上个月坐轮椅之后，他跟他的儿子讲，这个工作要由你来做。啊，我们看到长辈这种献上微薄的自己，好，那么愿意来付出，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这样子的社区跟教会结合，就是这个地方的缩影。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必须要第一线来处理我们不管课辅班的学生也好，甚至我们讲直接一点，被这个社会不重视的人也好，或是被老师、被这个社会遗忘、放弃的人也好，我们常常就是走在第一线。我们看到这个图片的右边，这个是我们所关怀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现况，这是他们家住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从这个外观你可以看到，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非常需要的一个家庭。左边呢，这个图片是有一天他们家里的一个孩子受伤了，结果教会就打电话给我说，他目前在永康的奇美医院，发生什么事情？结果一到现场看，没有大人在身边，其实我也弄不清楚他怎么去的。我们教会常常就是第一线有状况，就是马上处理这种很多家庭功能比较不是那么完整的这个家庭。好，那我们这个防线，我们这一道防线，慢慢的力量越来越小。虽然是这样子，我们还是盼望教会可以慢慢走出一条出路。所以说实在话，这个教会目前它跟时间在赛跑当中。这个村大概只有50来个常住的居民，可是今年到1月、2月、3月，已经有3个弟兄离开了，一个是独居的老人，他临终的时候甚至没有人在身边，另外2个是跟酗酒、酒精有关系。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盼望可以走出一条出路。所以我们今天虽然在困境里面，我们邀请我们教会的学生跟我们长期关心我们的志工，我们除了要分享我们教会的种种以外，我们打算也要用一首诗歌来跟大家一同分享。那我们的小朋友比较害羞，比较腼腆，他们也很少机会可以来到市区来一起跟那么多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场合来跟大家表演见面。那如果等一下我们在献诗的时候，如果我们比较害羞、比较胆怯，就请弟兄姐妹一起帮我们唱，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邀请我们的学生一同来跟大家一起献诗。这一生最美的
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信心发出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要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全身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让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让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好，向后转。我们再次用我们的掌声来给我们的白水溪教会的同工，还有他们的儿童们。我想这是我们教会可以为一些教会所做的美好的服事。我想，上帝让我们的教会这么的丰盛，让我们教会这么多的恩典。我想更重要的不是我们自己领受，我们也可以分享这些祝福、这些恩典给我们四周围的教会、四周围的肢体。所以我想今天他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分享他们的歌声，同样他们也分享了他们一些所带来的农产品。也期望大家在等下礼拜结束，你可以到1楼的招待处的地方，透过一些实际的行动，成为他们在偏乡，不论是做儿童事工、做老人事工，最好的支持以及鼓励。也时常为这样的偏乡的教会代祷，确实很需要很多的人力，需要投渡很多的资源，才有办法让这间教会的事工顺利的推展。所以我们也持续为白水溪教会来祷告，为这群同工祷告，为这些儿童来祷告，愿神祝福在他们的身上。在讲到之前，我们也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引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有何等大的福分可以认识你，这真的是我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祝福。主啊，求你在今天早上也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新的祝福、新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圣经当中的奥秘，再一次帮助我们，也再一次提醒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真的紧紧的跟随你，也看见你所教导我们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仰望，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开始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之前，我想要先请大家做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借我一下你的右手吗？你可以用1到5，就1到5就好。你觉得这个礼拜，如果你很忙的话，很忙就比5；如果你觉得这礼拜好像还蛮轻松的，蛮可以应对，你就比1啊，1到5，1到5。好，你觉得你这个礼拜忙不忙碌？好，我们一起1、2、3，好，来1、2、3。好的，1、2、3、4、5，全部都有看到。好，谢谢大家。好。如果是1的，感谢主，让你这个礼拜有一个轻松的一个礼拜。
在上帝的带领当中，你可以很轻松的应对，比4或5的。感谢主，让你今天来到教会当中，可以安息休息一下。我想，为什么要问大家忙不忙？我想现代人是一个很忙碌的人，现代人真的很忙碌啊。我们眼睛一张开就开始在想，今天工作要做些什么？今天这个学校可能要做些什么？我几点要做什么事情？于是我们发现，当忙的时候，时间越久就变忙，看不清楚方向。甚至还可能会产生另外一个茫，是茫然的茫，对人生失去了方向，对人生失去了盼望。我觉得这是现代人当中我们必须要去调整，甚至要去学习的。步调越来越快，许多事情越来越便利，但是也导致于越便利的背后，我们可以同时处理很多事情，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同时想很多事情。但是每次塞那么多东西在你的头脑里，这么多东西记在你的手机里，记在你的笔记本，你可能到最后就会忙了，而且甚至就会乱了你的脚步。我想这是现代人的通病，也是我们不断在学习的功课。传道书的作者在2章4到11节，他自己写了一段话，他说：“我为自己动大的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又有许多的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但是后面他说一句话，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你看看这个传道书的作者，他前面写得很漂亮。他说：“哇，我一生当中庸庸碌碌，然后为自己盖大房子，努力赚钱，然后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我都拥有了，我的钱财比耶路撒冷还要多。”但他最后他却说了一句话，他说：“后来我看到我一生当中庸庸碌碌不停追求的这些事物，他说在他手中看起来是虚空，像拿一个网子去捕风一样，什么都抓不住。”他说是毫无益处。我想不仅是传道书的年代，不仅是那个作者所经历的那个年代，事实上更是我们现代人的恶性循环，不是吗？我们一直在追求某些事物，不断的一直往前跑，却好像很少有机会让我们可以退后一点，让我们可以安静一下，等一下。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不可以等一下，这世界告诉我们不能等一下，你要一直往前，等一下你会落后别人。但是当我们一直往前跑，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跑去哪里吗？当我们一直往前冲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冲去哪里吗？传道书的作者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他一生当中好像一直在追求，一直不断的在找寻，但最后他的结论却说：后来一切就是空虚。我想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也再一次来想，刚刚我们一起念了哈该书的这段的经文，在哈该书的1章5到13节。这段经文特别是记录了以色列人他们再一次从遥远被抓的地方，从那个巴比伦、从波斯的地方，回到他们的故乡耶路撒冷。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件很开心、很欢欣的事情，因为被抓70年了，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故乡，对他们来说是很开心的。但我们在继续讲之前，我们先了解，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事实上整个历史当中，他们有3次的归回。第一次就是我们今天经文所读到的哈该书的那个时候，第一次因为波斯帝国打赢了巴比伦，然后波斯帝国就让这些以色列人说：好，你们可以带着你们的金银财宝回以色列，可以重新建造你们的家园。于是就是我们看到的哈该书的背景，省长所罗巴伯跟大祭司耶稣亚带着一群以色列人回去。于是又过了80年，又第2批回去，又过了13年之后，又第3批回到耶路撒冷。但是这些人回去都有不同的目的，3批人回到耶路撒冷都有他们应该做的事情，特别是我们今天看的第1批人，他们回去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就是要去盖圣殿。但是你却发现这些人回去好像不是盖圣殿，他们好像都在盖自己想要的东西，一直在追寻自己想要的。在经过了耶利米所说的70年，第1批人终于可以回家了。他们兴高采烈的回去，可以重建家园。然后他们在回去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刚才说，他们回去盖圣殿，他们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
先知哈该也在同样的行列当中，跟他们一起回到他们梦寐以求的故乡。除了盖圣殿之外，他们一起守已经失去的节期，一起建筑祭坛。但是虽然刚刚说他们很欢喜的回去，他们被抓了那么久，可以回家了，很开心，终于回家了。但是这些人因为种种的因素，我们今天没有读到的哈该书前面的第1节到第4节，经文描写说，他们回去第一件事情，忙着盖自己的房子，而且是盖有天花板的房子。你可能觉得啊，很正常啊，我们家谁没有天花板？但是如果原文他写天花板，是他的天花板是有特别雕刻过的天花板。如果盖一个房子可以铸就天花板就好了，但是这些人却还可以在天花板上雕刻，看来他们有非常多的时间，他们有非常多的时间把自己的家弄好，把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弄好，以至于他们完全忘记原本要做的事情。于是过了16年，圣殿没有盖起来，圣殿还是放在那个地方。于是上帝兴起了这个先知叫哈该，去提醒以色列人，呼吁以色列人，什么才是你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重心。其实哈该在说的这段话，也在对现在我们的提醒。确实，我们忙碌我们自己的事，我们有我们自己要紧要处理的事，没错，这非常的重要。这也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不同的恩赐，让我们有可以努力的工作，我们有可以努力追求的事物。但是在追求努力的背后，到底什么才是生命当中更至关重要的呢？所以哈该给以色列百姓的呼吁，其实也是对现在的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呼吁。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哈该书这短短的几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些提醒，也成为我们一个非常棒的学习。第一个，哈该书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提醒，是我们要学习重新排序我们生命的顺序，学习重新排序我们生命的顺序。一开始所得到的经文，哈该书的1章5到6节，我们再从头看一次。他说：“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种的多，但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哈该书说这段话的时候，前面很重要一句话，他说：“你们要省察，万军之耶和华告诉你们要省察。”后面又说了一段话，好像是在讲，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很努力在做，但是最后好像没有如他们所愿的。但为什么？我们大家慢慢的来继续的看。我们一开始先看上帝透过哈该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要省察你们自己的行为。”省察这个意思呢，在原文就是代表什么？代表说要放心思，而且要不断的去思想。省察的意思就代表你要放心思，放在你的心里面，不断的去思想。但是这句话不仅是表面上看到的，更带有上帝在责备以色列百姓的语气。他在告诉百姓：你们都没有在想，你们有在想没错，但是你们想的是自己的事情。你们想的是要怎样穿得暖、吃得饱、赚的钱够多、撒的种可以有好的收成。确实，你们有在想，但是你们想的方向对了吗？你们想的目标对了吗？如果当我们看经文说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事实上直接的翻译就在讲，有没有把自己的心思意念放在你自己做的事情或做的事情的方式上。你做一件事情，会反映出你这个人的态度可能如何；做一件事情，可能会反映出你这个人的行为模式是怎样。像这句话在讲，就是当你在告诉以色列人，当你在做这些事情，也反映出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生命。上帝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在做这些事情，只想到自己吗？还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应当去思想呢？先知多次要百姓去检讨，要去省察。后面的经文会再看到一次，先知再一次的告诉百姓要省察自己，代表这段话非常的重要。当看到圣经一直常常出现同样的字词，代表是不断的在提醒，而且是一个加强。先知不断的提醒他们，加强他们说：你们要去不断的想，不断的放心思在正确的地方。其实我们有时候回想我们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活。我们有这样自省的时间、自省的机会吗？时常我们是眼睛一打开，我们就开始想，今天要做些什么，
今天有哪些计划？今天有什么一定要完成的？甚至到晚上要睡觉之前，祷告完要睡觉了，眼睛闭上，躺在那里还在想我明天要做什么，不停的在想，没有一个安静的时刻，甚至更重要是忘记把我们重要的事带到上帝面前。我们不停的追，不停的赶，不停的去追寻，但是到底在追寻些什么？所以接着哈该在他那段的讲述之后，后面就说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虽然撒种的很多，但收的很少，吃也不得饱，喝也不得足，穿衣服穿不暖，然后得工钱，好像把钱放在破洞的袋子里面。后面的经文也说到，你们盼望可以得到很多，但是你们却得到的很少。你们收到家中这些谷物都收到家中，上帝说我就把它吹去。你会觉得哇，上帝怎么那么奇怪？上帝不是祝福人的吗？怎么这些人要赚钱，这些人要收成？上帝说不可以。现在你们要知道，上帝并没有说人不可以盖房子，他没有说以色列人不可以盖房子，没有说以色列人不可以收成。但是我们要思考，为什么先知会如此说？为什么他们带着希望去撒种，却没有办法？为什么赚的努力却赚不多？这个那个提醒，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现代人好像拥有的越多，却没有满足？拥有越多，好像得不到真正生命可以被填补起来。其实先知在讲的，为什么上帝让百姓的期望落空？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忘记了上帝。上帝绝不是说他们不能盖房子，不能去栽种，不能去积攒自己的财宝，并不是。上帝在讲的是，他们的期待落空，在于他们没有把生命的首位，把它交给上帝。所以以至于你看，上帝是过了16年才提醒他们，上帝没有马上上帝还在中间等待了16年，上帝才叫了一个先知出来跟他们说：“你们这样子不行哦，上帝有在看哦。”百姓可能也没有理解到，我们这16年那么努力在做，那么努力在做，但什么都没有。上帝也不是叫我们回来吗？也不是祝福我们。但最后他们却没有发现，根本的原因是他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啊。所以更重要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33节，他也如此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加给你们了。”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这些东西就加给你们了。”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到底先求的是什么？我们到底先追的东西是什么？当我们没有把上帝放在我们的首位，对上帝的优先次序出了问题，我们就要再一次的去想，再一次的去思考，我们是不是都只先顾自己的事情，而把神的事情放到最后？我们是不是都是先把自己的事情都完成了，然后才想到啊，神啊，我都完成了，才邀请你来吧？我想这个也牵涉到我们怎么看待我们人生的价值，怎么看待我们人生该走的方向，不单是我们对信仰的看法，也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目标。或许你在你的小组，在你的牧区当中，你可有进行过这样子的活动，就是请你写下10个你觉得人生很重要的事物或者是价值观，但是请大家现在先不要写。当你写完10个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你觉得这可以是有形的，可以是无形的啊，然后你写完这10个，写完之后做一件事情，先删掉其中2个你觉得好像不这么重要的，再删掉2个，剩6个，再删掉2个，剩4个，再删掉2个，剩2个，最后在剩下的2个当中再删掉1个，留下最后1个，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当然我要讲留下最后1个，就算不是留下信仰，我觉得也没关系，而是在你最后留下的那一个你现在看重的事情，你有没有把它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你有没有把你现在所看重的那个价值，你所追求的事物放在上帝的手中，请上帝来陪伴你，一起完成你人生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有机会你回去，你可以跟你的家人来写写看，彼此的来分享，
当然，如果夫妻最后写的不是你的另外一半，也请不要吵架。所以或许可以透过这样的机会，也再一次去反思，现在在你的生命当中重要的排序是什么？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现在最看重的事情是什么？但无论最后你留下的是什么，最后你现在所看重的事情是什么，不要忘记，要邀请上帝在那个当中居首位，带领你，也重新检视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顺序是什么。所以诗篇的诗人在127篇第1节，他也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确实，我们人生的建造若不是在耶和华之上，我们所做的一切若不是在耶和华之上，诗篇的诗人给我们一个很棒的提醒，他说就枉然无力，而且是枉然警醒。因为我们再一次可以调整我们生命当中的顺序，确定我们生命的目标，而且把神放在首位，求神来带领我们。所以让我们再一次的思考，我们现在的优先次序放在哪里？我们现在到底在为谁辛苦？我们到底在为谁忙？我们有在这忙碌当中，在追求当中，真的有在其中得到喜乐吗？得到满足吗？是不是应该再重新审视自己？是不是也再一次的去调整现在生活的步调，再一次去调整生命的顺序呢？接着哈该书的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二个提醒，要我们一起去重建心灵的圣殿，要我们一起去重建心灵的圣殿。接下来的经文哈该书1章的7到8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又出现一次了。但他接着说：你们要上山去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再次的提醒，再一次的要以色列人好好的去想，要他们去想接下来的这件事情。一开始我们说到，他们要回来很重要的目的是建圣殿。对以色列人来讲，圣殿是他们信仰的中心。对以色列人来讲，在圣殿里面，让他们可以跟上帝相遇。在圣殿里面，他们可以悔改，在那个地方可以再重新跟上帝对焦。更重要，圣殿的存在，也象征着上帝的临在以及上帝的荣耀。所以，他们回来到故乡要盖圣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也象征让这些原本悖逆的以色列人，被抓到、被俘虏到遥远地方的以色列人，他们回来重建他们的信仰，让他们可以恢复信仰生活的基础。也让他们对上帝在保有信心。但是我想，上帝在告诉他们要盖圣殿之时，不仅仅是盖一个实体的圣殿而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我们知道圣殿，以色列的历史的圣殿，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旅游，其实你已经看不到圣殿了，因为被拆毁掉了，只剩下一面墙。其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圣殿第一次被所罗门王盖起来，是一个非常荣美、非常漂亮的一个圣殿，但是后面被巴比伦人他们所灭掉了、拆掉了、没了。但是所罗巴伯，我们今天看的哈该，他带了一群人回来，盖了第二个圣殿。之后大希律王大概耶稣前后那个时代，又把他这个圣殿盖得更大、更漂亮。但是没想到，后面这个圣殿又被拆毁掉了，又没有了。直到现在，我们还是看不到有任何的圣殿的存在。所以从这样子，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虽然上帝叫以色列人回来盖圣殿，盖一个圣殿，但现在的圣殿在哪里？现在那个实体的圣殿在哪里呢？似乎已经看不见了，不是吗？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个实体的圣殿吗？固然重要，固然是象征上帝的一个荣耀，但是更重要的那个圣殿是否可以建立在其他的地方呢？当第一个圣殿要建立之前，所罗门王的爸爸大卫王，他一开始就有想说，我要盖一个圣殿给上帝。当他登基为王的时候，他就对他的旁边的先知拿单说：啊，你看我住在这个香柏木的皇宫，啊，享受非常好的这个皇宫，但我看到上帝的约柜还在幔子里面，所以大卫就说，我要盖一个
圣殿，盖一个殿宇，让上帝可以居住。但是当天晚上，这个先知，上帝告诉这个先知拿单说：“你去告诉大卫，你去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怎么可以建造一个殿宇给我居住呢？”后面神说：“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中和帐幕中行走。”神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岂住在圣殿当中？我不是住在一个实体的圣殿里面。从出埃及到现在，上帝常在他的百姓当中行走，不是吗？”拿单这样子，上帝这样子告诉拿单，代表什么意思？上帝并不是在一个实体的圣殿才寻找到他，更重要的是，上帝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不是到一个实体的地方才找得着。若是如此，后面当所罗门王建造起圣殿，那以色列人不是举国都就是一直敬拜上帝，然后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尊崇上帝吗？他们看见后面结果不是，后面圣殿就算盖起来了，但这些人仍然背逆上帝，仍然远离上帝，到最后被审判，被抓到遥远的国家去。而且甚至当大卫说要盖一个圣殿，经文过没几章，你去看大卫做了一件事情：日头平息，他睡到下午才起床，在那个阳台走来走去，看到一个漂亮的妇女在洗澡，于是他就把那个妇女叫到他的房间来，跟他同住，甚至为了要娶这个女人，把她的丈夫送到前线杀死了。前面几章大卫才说我要盖一个圣殿，让上帝居住，他有这样的心呢。上帝啊，我要让你在一个最好的地方，但却没想到过没几章，他的心反映出来的却是如此。更重要的不是我们看得见那个实体，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的圣殿有没有被建立起来？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合神居住的一个地方？我想，不论圣殿被建立，或是后面被重建起来，都不在于是一个实体的建筑，更重要的是你内心的圣殿有没有被建立起来。我想，上帝看重的绝对不是一个华丽的宫殿，绝对不是看重一个华丽的礼拜堂。上帝更重要的是看重我们内心的圣殿，与我们亲近在一起。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圣殿，与我们亲近相聚在一起。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16到17节，他说：“岂不知道你们是上帝的殿吗？神的灵就住在你们的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也是我们。神的殿就是我们。”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圣殿。当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他看到有许多人在那里买卖，在那里划给。耶稣做了一件事情，路加福音的记载，他说耶稣进了圣殿，赶出里面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约翰福音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当耶稣进到圣殿，看到这些人把圣殿当作是一个菜市场，把圣殿当作是一个纷乱，而不是让一个人可以安静亲近神的地方，耶稣把这些贩卖的东西推倒，把他们赶出去。或许我们的内心有时候也好像这样买卖的圣殿，好像菜市场一样在划给，在大声的喧嚷。当我们的心是神的圣殿，我们会如何看待呢？我们的心会时常像一个买卖的圣殿吗？会是里面有人在大声喊价的圣殿吗？是有许多纷扰的声音、纷杂的声音，让你困惑的事情不断的停在圣殿里吗？还是再次重新建立心灵的圣殿，一步一步的来改变，欢迎上帝来亲近，与你同在。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殿。
每一个人透过我们再一次看到上帝的同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是圣殿，每一个人透过我们看见上帝的同在。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好好的去思考？我们要好好管理我们，好好检视我们的内心，是不是符合上帝可以居住的？可是你会问我一个问题啊，我要怎么改？我要怎么去改变？很困难哎！圣殿那么神圣的地方，圣殿好像是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但是我就是有一些很难改变啊，我就是有一些很让我烦恼的事情。其实我们刚刚在读哈该书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哈该书1章第8节，他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圣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当盖圣殿之前，完成一座圣殿之前，圣殿不会马上就嘣，然后就跑出来了。圣殿必须还是要去砍木材，慢慢的建造，慢慢的去雕塑它，才会成为一个圣殿。我想在砍木材、在取木材、建造圣殿的过程，也很像我们在一步一步改变我们的生命，一步一步让我们的内心成为一个适合上帝居所的空间。所以一步一步的慢慢来，一步一步的慢慢改变。但重要的是，你们愿意让你的心成为一个让上帝居住的圣殿。圣殿不会凭空出现，但我们更看重的是那个取木材的过程。神也仍然喜悦，也是跟上帝更靠近的一个过程。最后这段哈该书的经文给我们一个提醒是，我们要重新寻回一个可以敬畏的内心，可以重新寻回一个敬畏的内心。在最后哈该书的1章12到13节的经文，他说，当这个省长以及这个祭司，还有这些众百姓首领听完这些话之后，他们就在上帝的面前再次存敬畏的心。而且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派，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事实上，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了百姓在耶和华面前。事实上，这段的意思就是在讲百姓他们在耶和华在上帝的同在当中。你发现百姓开始做一个调整，他们把上帝放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了。他们把上帝放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了。上帝让他们3次的归回，不是只有一个民族的迁徙，不是让他们就哇你可以回家了，这么好，然后这么单纯一件事。更重要，让他们归回是心灵上的一个归回，让他们心可以安定下来，让他们的心灵找到一个居所，把上帝摆回生命的中心。把上帝摆回到他们生命的中心啊！其实我们从这些以色列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思考一件事情。你看过去以色列人，我们说虽然他们开了一个很大的圣殿，然后他们就觉得哇，上帝的同在，觉得这些人应该都会很敬拜上帝。但你却看到后面结果并不是如此。包括这些原本兴高采烈回家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哇，我们要盖圣殿，盖圣殿，但回来却说哦不，我先盖我自己的房子。你会发现有时候确实有一个很敬虔的外貌，但是却没有一个敬畏的内心。有时候一个很敬虔的外貌，但却忘了真正敬畏的核心到底是什么。重新寻回那个敬畏的内心，敬畏也是我们要一起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信仰态度。当我们的生命表现出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敬虔，我们才可以相对的对人、对我们四周围发生的事情有正确的回应。当你敬畏神、你爱神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对你四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有感觉。你才会发现你四周围有多少的事情需要你好好仔细的去看，好好仔细去安排，好好仔细的去关心。这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态度。敬畏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信仰态度。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章8节，他也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不多，但更真正重要的是敬虔，有一颗敬畏的心，而且他说是每一项都得着最大的利益。
在这几天当中，我们一起在经历复活节前的40天的大灾节期。其实到今天为止，这个40天只剩下20天了。很快我们又要到受难周，到复活节，好像我们每一年都在过这些节日，每一年都在过这些节期。但是这些节期、这些节日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好像教会每年都推行要禁食祷告，有许许多多的一些事工我们要参与。但是在这些事情的背后，不是也是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去想，我们生命当中的秩序，生命当中的顺序是什么？一年有365天，我想我们空下40天，哦不，现在剩20天，剩下这20天，利用这20天，好好去思考，也去重整你的生命。当然，我不是说你只有这20天需要去思考，而是在无时无刻你都要去思想，无时无刻都在去操练这件事情。但是特别在这个复活节之前，在这个受难周即将来到，更让我们可以安静心下来，调整我们生命的步伐。40天的大灾节期，事实上也是为了要纪念当时耶稣在旷野的40天，他所受的试探，他所受的一切的苦难在那里，也让我们跟耶稣一起去思想，也再一次去思想我们信仰的生命，也建立与神亲近的关系。我想这个时代除了是一个忙碌的时代，是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但我觉得更重要，这个时代我们是要一个从新开始的时代。如果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从心里去建造一个心灵的圣殿，而且去学习调整生命当中什么是重要的顺序，我想我们会更懂得也去了解分别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不仅讨上帝的喜悦，也让别人看到从神而来的祝福。别忘记，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都是圣殿，都让人看见上帝与我们的同在，也让人看见我们所带出来的祝福。愿神祝福每一个人，带领我们调整我们的脚步，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真的将神摆放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第一位，用一个敬虔的信仰态度来走我们人生的每一条道路。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在这团面前向你祷告。主要透过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再次给我们生命当中深刻的提醒。或许我们人生一生庸庸碌碌的追求，我们一生不断的在追赶，但我们却忘却了最重要的是把你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我们忘却了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顺序是什么。求主你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不断的来省思，不断的来看我们生命当中至重要的事情。求你帮助我们建立起我们心灵的圣殿，让我们的内心不断的更新变化。邀请你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再次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交在主你的手里，与我们同在，祝福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时候邀请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是我们刚刚在敬拜前祷告所唱的诗歌。这首诗歌叫《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愿神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做主，带领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脚步。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当作我们的回应。主，求你保守我心绪，我的理念，使我得以用心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心
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们再次从头来唱。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得以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们一起来为了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内心来祷告。或许你现在也是正处在那个次序有点混乱的状况中，求神帮助你，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眼光再一次对焦在上帝的心意当中，让我们生命的次序再一次有正确的排列，让我们真的是向着神，向着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元首来前进。我们也为了我们的教会来祷告，特别在我们教会在这个受难周的节期，有许多的事工、许多的活动来进行，求神帮助我们在推行这些事工，更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透过这些活动，透过这些事工，再一次去思考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钉死在十字架的意义。我们也为了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我们看见台湾最近有许多的外交上的困难、经济上的困难、社会上的困难，求神来怜悯我们的国家，帮助我们的国家。我们也看见好一阵子没有下雨了，中南部已经面临缺水的危机。求神打开天上的窗户，真是降下那个雨水来滋润我们的大地，滋润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我们也在继续为了我们教会当中你所知道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神来看顾他们的身心灵，使他们的身心灵在神的保护当中再一次刚强起来。我们一起开口为了这些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我们的同在当中，主，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真是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是有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个时刻然后在神的同在。谢谢你时常带领我们，使我们看顾在我们的时候，主，感谢你在我们的同在。谢谢你使我们的时候祝福我们每个人同在。是的，亲爱的主，我们真的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真的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前方的道路，成为我们前方最重要的指引。主啊，帮助我们，特别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我们把我们所做所行所说的每一句每一件事情都把你摆在首位。主啊，或许我们的生命有所不同的追逐，我们有不同所要完成的事情，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邀请你参与在这些事情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行所做的绝对不是枉然劳力，而是有你陪伴我们一起建造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真的是单单的来向着你，让我们的眼目真的是来向着你来直跑，帮助我们的人生是走在你们预备的道路当中。主啊，我们也再一次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主，我们看见我们的国家最近遇到了许多的困顿，不仅在外交，不仅在我们的经济，在我们的社会上，我们看见有许多令人心碎、心痛的事情，甚至让我们觉得困惑、烦恼的事情。主啊，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国家是在你的掌权之中，我们相信我们的国家是在你的保护当中。主啊，特别赏赐从你而来的智慧、聪明，在我们的元首国家的这些领袖当中。主啊，让他们知道如何有一个好的政策，让他们知道有一个好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国家走往一个正确的方向。特别祝福我们国家的每一个百姓，当我们在迷惑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当中，让我们可以领受到你属天的平安以及喜乐，让我们的国家的每一个百姓真的是活在你的盼望里面。主啊，也特别将在我们中南部缺水这个危机交托在主你的手里。主啊，求你让我们再次看见你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你的奇妙大能，透过你所行的一切事，让我们再次见证你在我们国家，在我们这块土地所行的，不仅要滋润我们的土地，也要再一次滋润我们的心灵。主啊，我们也为了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个需要弟兄姐妹，再一次来到面前为他们祷告。主啊，你知道他们的软弱，主啊，你知道他们所忧伤的，主啊，你知道他们所害怕、所担心的，主啊，你都知道。所以主，你必牵引他们，你必牵着他们的手，让他们经历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风暴。主啊，你再次刚强他们，使他们原本是软弱的，再次从你那得着属天的力量，帮助他们在你的带领之中，一步一步经历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挑战、每一个难关。主啊，也再次将每一个弟兄姐妹、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家庭，都交在主你的手里。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真的是以你来居首位，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神。让我们的生命走得稳固，让我们的生命走得踏实，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司会。这时我们一起来奉献。请我们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我
请坐。我们来看周报的最后一页，我们这个月的金句，来，我们一起来念：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个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哈该书2章9节，我们再念一次：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这个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耶和华说的。哈该书2章9节。这时我来报告，请我们会众，我们一起翻到我们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服事的主礼是陈信昌牧师，他要为男神奉献主日来讲道。那第2堂是我们夏牧师。那我们翻到第4页本会的消息。今日我们欢迎白水溪教会沈佑任长老带领的该会的同工及儿童诗班前来我们举办凤梨果干及农产品的义卖。在1楼的大厅，请大家一起来为他们教会来做一些义卖方面的一些帮助。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5点，本会定于4月7号礼拜五举办全教会性的耶稣受难周礼拜，在4月7号的晚上8点到10点，在我们的敬拜中心的4楼举办耶稣受难日，由代祷团契主题是十字架耶稣。我们会透过诗歌、默想、祷告与主同桌，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可以邀请亲朋好友一同来参加。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7点，婚礼的喜讯。本会顾潘敏生弟兄及我们的张美玉姐妹夫妇他们的次女潘凯丽姐妹与陈品君弟兄，定于3月25礼拜六下午2点半在本会举行婚礼。恭喜他们，也欢迎兄弟姐妹一起来观礼，并为他们建立蒙恩幸福的家庭代祷。我们看一下第5页的第9点，本会底波拉小组邓瑞妮姐妹的父亲邓振兴长老于3月14礼拜二蒙主恩召安息主怀，享年92岁，定于3月26日礼拜天下午3点，在迦南教会举办追思礼拜，请为遗族代祷，并求主赐下安慰。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第7页，在第5点哀伤陪伴及婚姻关怀事工的消息。第3期的智慧的抉择课程预计在3月23号开始，帮助我们婚姻如果遭遇到了挑战的亲朋好友能静下心思考，不要做仓促的决定。那如果想参加报名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这个 QR code 去扫。那近期的教会有蛮多的教会的相关的教育训练及培领的活动，那请教会弟兄姐妹都能在这个地方再详细的阅读。以上我们请郑牧师来报告。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很开心，我们看到白水溪教会的诗班，他们的儿童同工一起来跟我们参加礼拜哦。那他们先到下面1楼的招待处的地方先去做预备哈。那所以刚刚前面有报告，就是大家可以用一些实际的行动来关心他们所做的事工，也成为他们教会很大的支持。那我们今天也有几位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特别来介绍王佑宁小姐跟张慧华先生。坐在4楼的地方，请你们起立，我们拍手来欢迎你们。好，谢谢，请坐，请坐。在5楼的地方还有另外我们新的朋友叫苏彩萱姐妹，在什么地方？好，欢迎你。好，牧师这边有几件事情再报告一下哈。刚刚我们司会特别有讲到，就特别我们要慢慢的到受难周的一个节期，所以教会有许多的相关的事工在进行，所以特别是4月7号的那天晚上，受难日晚上有举办一个全教会的这个受难日的礼拜，所以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参加。
在这样的礼拜中再次思想耶稣基督的为我们受难的意义。另外，我们教会已经推动了一段时间的禁食祷告，那这个代祷团也有预备了一本这个禁食祷告的操练的一个书籍啦哈。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属灵的书籍，帮助我们不论在禁食或是在自己灵修的时候，成为一个很好的帮助。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到1楼的办公室，一本是100块，然后来找我们的干事来做登记跟索取，在1楼的办公室。那刚也有特别报告到下礼拜6，在我们的礼拜堂当中有一场的婚礼，所以也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参加。那下礼拜天也有一场的丧礼，我们也持续的来关心、来代祷啊。那在周报当中还有一点特别跟大家报告，就是在周报的第8页有一个中会的消息，那边第8页的第3点。在下个礼拜天的下午，就是台南中会的教育部也要借我们教会3楼的场地，要举办一个全人教育的讲座，所以也请如果有兴趣、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一样来报名参加，然后再参与在这个主题的讲座里面。好，那就以上的报告，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司会。颂龙，我们一起来唱颂龙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请起立，唱完后，我们请郑牧师祝祷。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